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新北市三重埔的建案施工造成隔壁的徛家起起，早暗经过确认安全有开放撤离的民众登去，工程人员嘛赶紧咧修复公线。牵涉800会馆洗钱案的林炳文，顶个月弃保逃亡，佮即马佮刊文讲，回来时间是伊家己决定，调亚龙肯这林炳文伤害司法的公信力。中华要伫咧丰原起火总场引发当地强烈反弹。今仔日原地要开说明会，不过民众正激动，甲警方起冲突，落尾说明会是决定要延期。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新北市三重埔的建案施工造成隔壁的徛家起起，昨暗经过确认安全了后，有开放撤离的民众登去，里长嘛无用咧调查损坏状况，工程人员是赶紧咧修复水电架架数的公线。市长侯友宜是讲，后续会阁要求建商得爱来负责任。里长透早开始无用调查厝歹去的状况，手头的表格写甲密。新北三重埔六丁街损害到隔壁厝的事件，灾害应变中心宣布，初八暗时9点开放预防性撤离居民会当转厝。9栋是师傅全部回来了，他们会负责把我们这个有受损的部分把它修缮完毕。真的很不方便哦，那2天啊又人啊一个薄薄的那个毯子啊，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什么都不是。要换洗的衣服，我穿了3天，真的穿了2、3天都没有得换。为了确保住户的安全，工务局针对道路甲192、182建筑物进行车气，也有烫地雷达的检测。结果虽然无安全疑虑，不过为了谨慎，会为这2栋建筑物做基础地质的强化措施，一定需要7天至10个工作日。初到透早，现场工程人员当无用进行水电甲树遮的卫生管线的复原，要赶紧让居民会当正常生活。包含就是污水的，或者是一些瓦斯管线一些损坏，所以今天在针对这些违线管线在进行修复。那未来在整个重建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跟业者要求他们一定要把他们承诺的事项把它做好。最近起厝常常传出有损害隔壁厝的事件，新北市政府去年捌修法强化动土安全维护措施的勘验，三重埔的建案这个事件也是发生。专家建议，会当为营造业法强化技术甲工程实际这相关规范。新北市政府去年修订《新北市政府办理建筑工程施工防救灾计划说明会作业原则》，并且增订挡土安全维护措施勘验。本建案建造在修法前取得，尚无法溯及既往。对强化营造业法，工务局的解说。市政府嘛真赞同，不过营造业法也甲牵涉到的技术法，这拢属有中央的法规，相关的权限是伫中央。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立法院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进行合作，通过宪法诉讼法的修正案。行政院即马是已经提起复议，不过国民党团决议无要请行政院长倒英台去报告。也今仔日倒英台是家己出面来说明，嘛向在野的立委来发声。提出复议，不是要造成对立，而是我们希望这种有重大争议的法律案、窒碍难行的法律案，我要请立法委员们能够再一次的审慎的讨论，但是立法院却不能够安排我们到立法院去做报告，连最基本的说明的机会都没有，这绝非遗憾2个字可以形容的。来看今仔日是国军春节加强操演的第3天，海军伫咧高雄港的外口进行紧急出港的演练，包括多港级的巡逻舰、攻击
飞弹快艇是做回来无语攻击，也有大部军人有参与演练，是展现着性能。今天所看到的，就是我们平常在执行战备任务的实际的状况，也就是当我们海上有目标的时候，当有持续向我们接近的时候，我们的应处就会是以这个模式，所以我也才会特别的强调，我们会持续强化平战结合的训练。海军司令部表示，中国直直扩大对咱的军事威胁甲侵扰，咱海军官兵拢拍拼的训练，嘛推动兵力精简。提升军力甲防卫韧性，强调咱海军有能力、有决心、有信心，会当来守护大海安全。继续来关心，民众党代理主席黄国昌指出，前大塘的董事长因为卖大塘土地案，也个欠国家1亿7400多万拢无还，过去食高级的餐厅，甚至北检的检察官嘛在场。法务部长陈明谦表示，讲已经启动调查。另外，针对着瓜文德牵涉金华城的弊案，民众党团也公布民调指出，超过4成的民众认为检方无遵守着侦查不公开原则。当这么高比例的人民认为侦查不公开的原则已经遭到践踏的时候，台北地检署跟法务部目前昏睡一片。民众党伫党团开记者会，公布委托民调公司伫1月初3、初4进行原册案件调查结果。民调显示，认为检方调查各项有遵守侦查不公开原则的差不多是3成，有42.8%人认为无遵守。台北地检署在9月9日已经有分案来做一个调查，那我们也责请台高检在9月9号也做行政调查，目前都在调查侦办中。司法的公信力，在1月11号司法节的前夕，已经被民主进步党赖清德政府打趴在地上了。黄国昌也阁压出将大肠当作无奈人，嘛因为牵涉大肠卖地案件，去年12月底出现伫台北中山北路一间餐厅，其中有台北地检署市民固定检察官在场。法务部表示，已经在进行行政调查。检察官到底有没有去参加这样的一个餐会啊？这样合乎公务廉政律规范，我想这个就是完全按照我们那个伦理规范的规定。里面是无乃人，他也得罪不起啊！讲话软趴趴的一个法务部部长，这时候该说什么？违反检察官伦理守则的，一律送评鉴、送弹劾，永不录用。透过行政调查，那就好好查一查。那如果没有任何的不法，没有任何的关联，然后就这样胡乱的指涉。那黄国昌，你又要承担什么样的言论责任呢？民进党伫会呼吁尊重司法调查，唔通看一影生一个囝。大堂表示，买地案件已经是追讨3900多万，吴乃仁个人是追讨700多万。目前也依照强制执行法，重新申请调查吴乃仁等4人财产的状况，方便追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牵涉到800会馆洗钱案的林炳文，顶个月起报逃亡，即马佫伫咧网络刊文，强调伊逃亡毋是因为司法的问题，佫讲伊家己回来时间是伊家己决定。调研立委拢谴责林炳文伤害司法的公信力，也有风声讲林炳文可能已经走去柬埔寨，也是日本。法务部长陈明谦表示，相信司法机关拢有掌握伊的行踪，也欢迎林炳文赶紧到案。伫面册答问讲家己逃亡，毋是因为司法的问题，是有代志爱处理。有8亿交往外汇林炳文，因为近日800会馆地下会钱案，顶个月起报逃走，互新北地院通缉。毋过最近刷伫面册连续答问，阁请国民党立委徐卡心讲，转去的时间是我家己来定，引起外界批评轻视司法。网络上发文，我们认为这个都非常不恰当，也非常的嚣张了哈。这个当然必须要尽速有所作为了哈，尽速把他给逮捕归案。这么少的钱交保，而且可以让他在外面透过脸书这样嚣张挑战司法，很严重的妨碍到我们的司法。跟民进党交好的通缉犯，还可以隔海呛虾，司法的公信力已经被
赖清德政府打趴在地上了。林炳文册被暗杀，好亲像关面册，已经看袂到相关的消息。不过外界更加关心林炳文即马人到底伫倒，传出可能伫柬埔寨还是日本。不过法务部长陈明谦伊讲，家己并无清楚，相信司法机关会有掌握，欢迎林炳文到案。这个我不清楚。我想司法警察机关有掌握的，欢迎他们自己来投案。既然通缉之后，我们是，他如果能够投案，我想这个法院就可以能够进行审判。因为林炳文2022年11月，获检方以300万交保，不过无限制出境出海。外界质疑起诉了后，也是无对林炳文监管。新北地院是回应，侦查期间甲起诉了后，林炳文拢无故无到庭，无必须进一步强制处分的状况，一直到去年11月甲12月。2届无按时到庭，后来查询出入境资料，发现林炳文已经出境，依法发布通缉。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宜兰罗东有一间中医诊所，和一个家己讲是做租厝管理的查甫人走来讨房产起冲突。经过警方调查，发现到这个查甫人是诈骗集团请来的，因佮专门吸收大师甲中人，甲调集要卖厝的人来领钱。专案警方是已经抓到9个嫌犯，其中姓郭甲姓张的主嫌是涉嫌着诈欺罪，以50万交保。宜兰罗东这间中医看板，互人听落来大门锁掉的，民众要看病煞被走一抓。来看中医师的哦，知道他没开吗？不知道哎。这间中医因为要卖纠纷，和公司主管的林信贤讨房产，佮团起的网络，过程冲突不断。警方佮因为安尼，互人质疑这个组的人。这间没有，对，这间等之后我判决。对，因为你这间还没有那个。不过警方详细调查发现，这个林信贤好亲像是一个诈骗集团请的。这个集团先吸收地政署甲中介，专门经急需要卖厝的被害人，以类似日剧、地面书内的诈骗方法，甲被害人一直骗钱。拘离主嫌等9人到案，并查扣手机、平板15支、笔电、电脑主机、相关契约文件以及毒品、K 盘等证物。警方查出家己公厝主的姓郭女子姓张的查甫人，找中介甲地政署配合，家中医师买厝了后，伪造通知文件，佮以中医师的名义，互保险公司拨钱互家己，互卖厝的被害人一线都无摕到，佮由人头买主甲买到的不动产设定抵押借钱，2届不法获利，到尾也佮承诺被害人2年后会当优先买回去，骗被害人先签2年的租约附租金。专案警方依照诈欺罪嫌侦办，拢总带回9个人，姓郭查某人甲姓张的查甫人，互检方入定50万交保。非经营业者而从事经营业务，依据租赁住宅市场发展及管理条例第36条规定，由县市政府主管机关禁止其营业，并处公司负责人或行为人新台币4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若是涉案的姓林主管入定3万块交保，而且伊毋是合法的主管，警方要函请主管机关地政处认定，伊则违反租赁主体市场发展甲管理条例裁罚。若是除了中医师，是毋是还有其他被害人？警方要搁清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麦诈骗的手段是百款，买厝嘛，拢会去当着不肖的人士来拐钱，无细字电脑的实本。到底咱买厝应该是要注意啥物？要安怎来防范诈骗？咱稍后来着交互苏眉为咱来说分明。是主播，这诈骗的手段实在是伤侪变化，一个无注意就会涉入陷阱。根据165打诈仪表板上新的数据，敢若从1月7日一天就受理531件的诈骗案。财产损失达到3.9亿。咱今日要带大家来看的是这买厝钱大条，拄当诈骗去了，这甲买厝这项有人生大代志有关系诈骗。头起先要甲大家强调的，就是毋是干那买厝的去互骗去，卖厝的嘛要注意。这头一种就是有一寡假影讲伊是要买厝的歹心人，为着骗厝主的诈骗，就先甲头期款真阿萨里就捞。就拿好你，不过刷落因就交给中人赶紧办过户了就失踪。真侪厝主就是过一阵仔才发现讲这尾款拢无入来，才发现去互骗去。也若是第二种是诈骗集团申请贷款，也若钱落来了就做伊走。这厝主毋若是无收到尾款，这厝阁减去互抵押去。说落来，这买厝的人，咱换来看银行管起的案例。这头一款就是假厝主讲，伊着急要用钱，就先甲你参详，叫你先甲头期款汇互伊，汇落了，伊人就无去啊。当然，这对方讲伊有厝本底就是假，根本你就买无。
也若是另外一款，就是这中人代替你去甲厝主超介绍的时阵，通常会先收一条超七金。不过有一寡诈骗集团就假做中人来骗这条钱。所以落来就要来甲大家提醒讲，到底是要安怎防范，才袂讲家己的辛苦钱拢去互骗了。第一，就是千万唔通贪介绍，要买人唔通贪俗，要卖人唔通贪贵。这介绍若是无合理，就要有警觉。也若是第二点，就是这宽赠也有印鉴这寡重要的资料，千万唔通凊彩交互别人。也若是第三，要确认甲你服务的中人的身份敢是真的，就当去内政部的不动产服务业资讯系统来甲查。也若说落来这三点，是在交易的过程当中会当即时主动损失的。第一，就是使用这理保的专号，这理保的专号就是双方在交易的时阵，钱会先汇去公信单位的口座，等到所有的手续拢完成了后，对方才会摕到钱，避免人甲你的钱赶来做伊走。而且就一定要提醒大家，钱是千万唔通汇去私人的口座内底。也若是第二，就是咱你当初是买厝的时阵有甲银行贷款，这厝就会抵押互银行。就算讲过几多年，你即阵要卖啊，这抵押款嘛先卖消掉。安尼若是对方要甲你偷偷办过户，就爱经过真侪手续，会当争取一寡时间来主动诈骗。上尾嘛建议大家会当办这内政部的地籍移动即时通的服务。若是有人要申请办过户，就会先甲你通知，才袂讲这手续拢总办煞，才发现讲已经袂符啊。以上就是今日的麦克片啊，要甲大家提醒，咱甲镜头交转来互主播。感谢所为咱详细来说明甲提醒。咱继续来看到这则新闻，是伫咧台北市查到一间违法咧做虚拟货币交易嘅工作室，过手的金额超过2亿，而且警方调查发现到真侪透过这间工作室换钱的金流，落尾是拢参诈骗案有关系。警方伫这间踮台北市违法的虚拟货币工作室门口集合，准备要查。这间违法工作室做虚拟货币泰达币的交易，计共有300多人被害者，非法金流超过2亿。警方也发现侪诈骗案被害人拢是来遮换虚拟货币，落尾金流流向诈骗案，显示工作室甲诈骗案高度相关。从12月1号开始，有大概超过300个被害人以上去购买这个虚拟货币，那经手的金流已经过亿了。这个都显示说，我们这些虚拟货币这非法的币商跟我们的诈欺洗钱是高度相关。除了这款科技的诈骗案件，刑事局也发现投资诈骗、假监禁诈骗这款传统诈骗手段的数量，也是咧继续增加。亲像去年9月，演员谭乃丁就去互人用假监禁的手法骗走98万。拄开始因为惊见效，唔敢报警，即马伊徛出来分享经验甲宣导，避免有民众去互人骗。鼓励你的家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或者是你自己，如果你有被害的经验、被诈骗被害的经验，或者是正在被害中，请你们一定要勇敢的站出来。你们勇敢站出来呼吁，才是最有力的宣导。刑事局表示，最近有甲打诈仪表板更新，民众若感觉家己若像当咧互人诈骗，通伫网站写入关键字，查询过去敢有类似的案例，通提供警戒。另外，目前国内合法的虚拟货币业者，敢若26间，名单通伫金管会的网站查到，互民众避免接触违法币商，避免非法金流。记者龚林玉凯台北报道。桃园机场的第一航厦半暝1点外是熊熊传出的火烧，那就是电线小拍电引起的。好在消防人员伫8分钟内就顺利把火拍花。今天早上的1点22分 ，T1 的2楼入境的通廊有相关的一个火警的一个信号。那我们消防队也在8分钟内就抵达现场，完成相关的一个灭火动作。现场有影响的区域是在 B5 到 B6的入境的通廊的部分的照明，那原则上是不会影响那入境旅客相关的一个动线。传出火灾警报了后，现场就随甲防火门关起来，佮启动排烟机，一直到半暝3点才恢复正常通行。迄当阵一个机场有3个航班372个旅客是拢无受到影响。初步判断可能是天棚的电线小拍电引起火烧。桃园机场公司表示会佮去了解详细的原因，赶紧来改善。
继续来看到，即马挖境过年，而且即马包含着日本、韩国拢有出现流感疫情升悬的趋势。卫福部阁有医界代表同齐是来呼吁大家赶紧去注意风险。另外，针对着即马麻疫苗欠货的问题，卫福部是强调，咱的群体免疫力有够，唔免惊会大流行，建议将这疫苗留予医护人员，也阁有需要的人。强化防疫正节前。卫福部长邱泰源甲疾管署署长罗义军去现场，秘书甲疫情记者会包起甲立法院。最近日本甲韩国流感疫情野悬，考虑到新政就要到啊，都惊9日的假期，病毒会怎安尼传入来？加上每一年新政迄卡刀，都是流感疫情的高峰期。有立委邀请医界代表，共同呼吁大家都要赶紧注疫苗。首当其冲、威胁最大的疫情都还是流感，都是刚去日本玩回来，然后就感冒回来，一验就是流感，而且都是 A 流哈。今年我们所打的这个流感疫苗的吻合度相当好，所以其实打这个现在的流感疫苗是能够非常有效的来预防。根据疾管署的统计，今年第一礼拜对流感的门诊甲急诊来互医生看的人差不多有12.7万人次。不过，新政迄卡刀预估会达到上高峰15万人次，加上去年受到风灾甲疫苗变色的事件等等的影响，65岁以上的侪岁人有注疫苗的比率敢若有45%，比按算的55%还佫较低。在疫苗的效期有2周之前，就是今天，就是现在，大家就要开始去打疫苗了。疾管署嘛强调讲，目前流感疫苗还佫有60万剂，库存量有够。新政的期间，正月初1至初3会开类流感呼吸道门诊。后礼拜会公布各县市病院的名单，现在外界嘛关注麻疫苗欠货情形敢是有改善。台湾在 MMR 的注射率是到达97%、98%哦，所以我想整个国家的一个防疫力哦是应该是非常的强，我都会在控制的范围，但是我们还是会去争取。根据目前的统计，自费麻疫苗的库存量，两间厂商拢总有27000剂，也佫有9000剂伫咧试试检验当中。卫福部嘛强调讲，目前群体免疫力要真有够，建议医护人员也佫有要去高风险所在的民众，都要先注疫苗。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即马一寡病院拢有推出远距离照护的服务。台大病院阁有甲中华电信合作推出智慧语音的系统，患者会当打电话来讲家己的身体状况，由病院这边配合 AI 系统来分析，会当预测患者需要急诊的几率，准确率有到89%。脚肿起来会痛，进前有食来试泻，不过这2礼拜无食。系统判读该病患目前急诊风险为90%，建议尽早介入治疗。护理师伫电话内底听病人讲家己的状况，电脑系统就通倒转换做文字记录。这是台大病院的智慧语音急诊预测系统，会当分析病症，协助护理师做出及时的判断，敢有需要随去急诊，会使量早治疗。它这个可以协助这个护理人员来判断这个病患的状况，这样软体已经知道这个病人的状况有一些异常的状况。如果假设这个护理人员没有那么刚好那么小心有看出来，这个时候给他一个提醒，那就双重的保障，可以作为一个就可以提高这个整个我们照护的安全性。这个语音急诊辨识系统是台大病院甲中华电信合作的。系统下有台语、华语、英语，目前有对台大湾固照护中心收集54万通200点钟的个案访视内容。台大智慧医疗中心也表示，系统会照患者讲的身体状况去预测2礼拜以来可能会出现急诊事件的几率，准确度大约是89%。怎么样从这个对话过程里面知道他未来到急诊的风险？然后当然也包括了他在整个生理的这个资料上面综合起来做一些判断。台大病院指出，会当缩短个案管理师判断病人治疗方式的时间，若是配合病院提供的仪器，在远距离的照护，就通随时监测健康的状况，降低死亡率，减少病人急诊就医的情形。病院望透过现代科技的帮助，让患者通有较利便的医疗方式。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农业部打算要将动物分级管理，其中有955种的动物要禁止进口，嘛袂当饲，引发民众甲业者反弹。今仔日阁有含相关协会出面来抗议，也批评这决策无通讲。
风声缅甸的禁抓可能让农业部来做是禁止的名单，有人伫立委的陪同之下，画出农业部并无权力来禁止民众想要饲什么款的动物。烦恼狗仔甲猫仔以外的宠物，若准无登记，也会让人禁止，甚至是安乐死，根本就是帝王条款。你甚至没告诉我说你要怎么去安置我这个可能被没入的动物，你就直接堂而皇之告诉我说你可能会去安乐死我的动物。我不用站出来吗？我们就是要告诉农业部说，你不能这样随意剥夺我的权利。虽然农业部嘛是强调想要好好管理，也毋过爱动物的人无咧甲信道。现在只看到禁止，我没有看到其他方案，所以我觉得这个管理都只是挡箭牌，禁养不合理。专家认为，一寡互人来做是禁止的动物，互人讲做是会危害人类，亲像是细只的布袋鼠、甲拉里龟是非常无合理的。两侧爬虫类协会也批评规个决策的过程无够透明。各方没有共识之前，不能强行应对相关的政策。针对互人来做禁止名单的动物，可能没收甚至安乐死，提出安乐死规范的动保团体强调讲，从来都毋捌讲过禁止的动物要直接安乐死，是讲无共动物若阵没收了后，健康状况无好的时阵，会当有无共款的人道处理的方式。万一健康状况其实很不佳的时候，那所有的后续的人道处置，包括安乐死，应该要定有规范。网络上非常多的谣传或者是超译那绝对都是误解。动保团体强调，针对动物分级管理是世界的趋势，来做是黑名单是有科学根据的。若无好好管理，外来种恐惊会造成生态问题，也是带来甲人相会的传染病。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管理机制？那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再来讨论。但是黑名单的公布，它完全就是国际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反对说禁止动物的人是强调讲，民众想要饲什么款的动物是人民的权利，无应该由政府来同意。也毋过认同应该管理甲禁止的民团是讲，饲宠物会牵涉动物福利甲传染病的风险，迄就是公众社会议题，需要进行合理甲专业的管理。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今仔日审议不义遗址保存条例草案。那这个立委是针对着条例名称超袂平，也针对着国民党的立委郑天才提出不义遗址应该追溯到清代日本时期对原住民的迫害，这也是搁再引起两边对答。好，那我想尊重我的发言，可以吗？不满讲话被拍断，拿着伫会议对立气氛真火爆。因为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排审不义遗址保存条例草案，不过审早一开始，国民党立委就针对条例名字提出意见。与其使用不义这个名词我还是强烈认为人权历史场域实在是一个更为妥善的一个中性字眼。这摆条件有10个版本，其中国民党立委郑天才版本指出，定义不义遗址时间甲范围应该为民国34年开始的威权统治时期扩大到清代，直至殖民时期对原住民的迫害，佫引起大家一句来一句去。有这么困难吗？把清朝时候的不义遗址列入进去？就怎么样了吗？就自爱难行了吗？莫名其妙，把台湾的原住民族放在哪里？不要再企图操弄威权时期的定义，淡化自己的不义。其他时期的历史正义长治已经有文资法底下的相关法规可以保护如果这个法令通过，你为什么不倒过来想？是国民政府能够自我反省，他能够面对这关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一定会绕着马场街3圈，因为我的舅舅就在那边被枪决的，我舅舅23岁被枪毙，所以不义遗址对某些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文化部长李婉用自身的经历强调转型不义遗址的重要性，各教育条件应该无分党派、心平气和来讨论。想说把这个时间扩大到清朝，我觉得他无疑就是在想办法拖延各种真正可以对于台湾人民记忆留下保存的各种实际作为。登记关注这草案的10位公民团体，同时也在立法院举行记者会，表达威权统治时期不义遗址的定义甲范围不应该凊彩扩张。各指出，未少遗址拢因为年代上过久，倒去拍远，后续应该赶紧通过转化进行保存者积极活化，来促进推动转型正义。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国际消息来关心着美国前总统 Trump 讲要甲墨西哥湾改名做美洲湾，即马墨西哥的总统是翻头呛讲，美国则应该改名做墨西哥美洲。另外，Trump 也讲着无排除要动用武力来得到格陵兰岛，但被外交部长表示讲，这格陵兰岛是属于格陵兰的百姓。到底美国前总统川普讲要将墨西哥湾改名做美洲湾，墨西哥总统宣保姆设备伫例行记者会顶悬展示117世纪的世界地图，显示北美洲迄时阵叫做墨西哥美洲。Obviamente, el Golfo de México es reconocido el nombre por Naciones Unidas, un organismo de Naciones Unidas, pero el siguiente, ¿por qué no le llamamos América Mexicana? Se oye bonito, ¿no? 墨西哥是美国上大贸易友伴之一，特别重回北京的川普一直批评墨西哥威胁要对因加扣高额关税，除非阻止非法移民甲毒品跨境流入美国。川普共款展现高度兴趣的格陵兰，甚至讲无排除动用武力或者是经济手段摕到控制权。格陵兰民众为认为应该甲亲像美国安尼超级大国来合作，有人认为格陵兰是买袂到的。Eso es informar que es Cubas og militærmagt. Nej, den går ikke. Jamen, jeg har ikke en oplevelse af, at vi befinder os i nogen udenrigspolitisk krise. Jeg har en oplevelse af en præsident, der er på vej ind i Det Hvide Hus, som har et skærpet fokus på Arktis. 格陵兰目前透过单位正做北约的一部分，对美军甲弹道飞弹预警系统来讲有重要战略意义。因为欧洲甲北美相对路线都是经过格陵兰岛。格陵兰驻地政府总理艾德格表示，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格陵兰岛的未来是因家己的事务。公司新闻陈伟晶报道。美国洛杉矶火烧山因为透大风是愈来愈无法度收煞，目前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至少要70万人撤离。伫咧南加州是有超过150万户失电，初步估计损失570亿美金。巴沙迪纳一间麦当劳陷入火海，为错定一直小因看到风势正强。加州洛杉矶也会已经为上头先的国际社区太平洋断崖火场，各增加2个，分别是伊顿亚火甲赫斯特亚火。太平洋断崖范围差不多是19平方公里，伫巴沙迪纳北边的伊顿亚火43平方公里，圣费南多国的赫斯特亚火1.2平方公里。It's Armageddon. I'm driving through a war zone right now, and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野火烧较真紧，真侪居民甚至是接到厝边的电话，才知影家己的厝已经着火。冲出门才发现伫火场当中，无奈撑过火焰都伫家园。当局下令疏散至少7万居民撤离，真侪是太平洋断崖社区住户，另外有部分是圣塔莫尼加甲艾塔迪纳。All the stuff that's here is replaceable. People are not, so very lucky. So happy the famil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太平洋断崖社区高层上千栋的建筑被毁，已经加做陆城史上破坏了上大大火。目前伫南加州150万用户停电。根据一间私人气象预报服务公司初步评估，遭到破坏甲经济损失差不多520到570亿美金。总统拜登进前顺势在区阁承诺联邦来协助。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镜头转来看国内，彰化县是全台湾唯一无火葬场的县市。县府宣布要伫咧丰原区火葬场引发当地强烈反弹。今仔早起原地要来召开说明会，不过当地民众是真激动，佮甲警方起冲突，落尾县府是宣布说明会延期。这彰化二林的居民提抗议布条画口号，因为不满彰化县府按算伫丰原甲二林的交界起火葬场，引起地方强烈反弹。火葬场滚蛋！火葬场滚蛋！县府初7准备要开说明会，数百个民众去现场抗议，毋但举银纸，阁搬行动局表达不满。民众入去会场了后，情绪激动，甲警方下来杀去。现场有人受伤，县府人员只好伫警方的保护之下暂时离开。彰化县府要伫丰原一搭丧葬用地起火葬场，不过甲边仔二林含这块地，敢若隔一条路，搁伫封尾。居民烦恼空污会影响健康甲生态，当地人口济，又搁是彰化农业正兴的所在，可能会造成真大的冲击。
那个火葬场盖下去是永永远远的，你没有办法。你等于说火葬场盖在这边，那20镇的人是不是全部都要迁村？你是不是灭掉整个20镇的了？选址错误。火葬场那是设伫阮这所在。官府表示，彰化县是6都以外人口上侪所在，煞无火葬场，会选要起伫遐，除了人口相对较少，也会当甲周边的相关设施连接，打造完整的4名园区。有开发的面积、交通的规模，还有这个地的条件，我们去综合评估。我们彰化县总共有16处的殡仪馆，我们有委托已经建筑事务所去做怎样的评估，还有他们用专业的判断去做几个因子去选出来的一个点。因为场面真乱，县府宣布说明会延期，嘛强调选伫遐起是经过专业评估，也当咧进行环境监测作业，会甲冲击降甲上低。不过民众质疑选所在过程无公正，要求撤案。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铁高雄车头伫咧去年底启用，不过经过跋山转来到原位的历史建筑，也就是地关式的旧站，所以因为也未等到经费通修复，无法度来开放。高雄市文化局表示，已经接受台铁委托代办修复，嘛完成设计案。那等到经费拨落来，就会赶紧来动工。红指定做历史建筑的旧高雄火车站，注定亲像皇帝无封号做地管车站。2002年以特殊的工法迁移，4当前2500栋的车站，才慢慢倒来现有的位置。这时现场大门关起来，周边有封锁线，也是真侪观光客来翕相。若要去台北读册，都要来接客车。因高雄车头地下化工程地管式车站所位，居民回忆起来，认同保留伊的必要。虽然去年底代替高雄车站地下广场升移，还佫天棚落来启用，地管车头煞无动静，原来是卡伫修复经费还未到位。对，每次来就是说都关起来就是少了一个景点可以进去看。市府表示，代替委托文化局代办修复，去年底地管车站修复设计案如期完成。后续若要修，如果经费1亿外，工期大约1年半，修复过程有真侪困难。修复的过程当中，其实需要蛮多的耗费蛮多的精神，因为包括我们要逐层的去漆。另外的话，我们发现它使用的砖。还有一些面砖，还有一些砖瓦的部分，其实都还蛮特别的，因为是都是特制品。台铁回应去年12月12日邀请市府甲交通部铁道局召开演讲会议，预计今年2月照文资法的规定，向文化资产主管机关申请经费补助，等补助款到位，由市府来协助办理本案修复工程招标，还有施工的作业。公司新闻欧刘婷丹hen坤强报道。经费881亿个高雄国际机场改建工程第1期的东边立体停车场甲新的跑道是按算伫咧3月要动工。今仔日立法院交通委员会甲民航局是做伙去到现场视察，立委就要求这停伫咧机场5档去互查封，远东航空的2台飞行机是要量早刷走，才会当增加停机坪的空间。所以，如果你把你走之后，我们就可以停四个小费。立法院交通委员会立委甲民航局官员实际来到停机坪视察，这2台国法院查封5年的远东航空无人机，未来总算要刷走，将空间留出来，安尼会当佫加出4个停机坪，希望吸引新的航空公司来进驻，增加高雄的航线。这个高雄航厦其实总共有48个机坪，那长期就是需要指定使用的部分大概有4个机坪。机场内有一块空间，我们会把它作为这个3个机坪，中期。那所以说未来来讲，大概会维持在这个38个到41个机坪之间，来供这个相关业者要进驻在这个机场或者是飞到这个机场使用。高雄国际机场的改建按算今年3月份要动工，会维持38至41个停机坪通使用。有航空业则建议要增加休眠停机坪、贵宾室，尤其甲民众上有关系，就是选择。目前唔点加少，选择的种类嘛无多。民航局会重新调整空间，伫国际航厦这边来量出3个空间，规划做餐厅甲店头。店的选择还有那个饮食的那个项目，那个里面的那个项目比较多，我们就多元化一点点比较方便了。
尽量在这个出入大厅的部分提供给旅客的商业服务。所以我们今年也选择了这个出境的部分有2个点，然后入境的部分有1个点，在做这个商业服务设施的一个招标。疫情过后，这2年高雄机场的航班已经回升到疫情进前的95%，载客量也回升到81%。尤其今年佫增加7条新的国际航线。民航局表示，因为机场的改建是哪营运、哪听图、哪型格，要顾虑到安全甲附近民众的感受，将影响降到上低。规个改建工事会在2032年完成。记者柯家如、邱朝阳高雄报道。台北大巨蛋伫咧去年启用，有举办真侪精彩比赛甲活动，累积3000外件的棒球文物甲珍贵相片。即阵也专工伫咧大巨蛋举办特展，也邀请到因摕的棒球球星来分享回忆。启用了后，佫再出现瓜台湾朱书杰、潘伟伦、汉迪徛港台。2024年伫大巨蛋引退因3个人，讲到难忘记忆。那2天隐退的活动，这是我们这一代球员是完全没办法想象的。然后我们跨了3个时代，所以对这个巨蛋的成立很有感。朱书杰讲真欢喜，引退阁会当参与大巨蛋的比赛。家己甲2018年一场比赛讲出3支红布朗的球衫就出来。瓜台湾提供2021年中信兄弟冠军球衫，阁引退手套等等。那潘伟伦是提供国家队的18号球衫甲比赛球。大巨蛋头一届特展，万雄巨蛋为3000外件文物和相片当中，拣出一寡来展览，包括头一届国际赛亚锦赛王争治的签名球。从球迷球员的心态期待这个大巨蛋的诞生，那自己又能在大巨蛋出赛，那其实这个过程其实蛮感动的。当然希望说更多球迷可以回顾历史之外，去年度拿下了世界的冠军，那未来在这个2025年的时候，我们还有紧接着经典赛要打。朱书杰目前是亚洲棒球总会会长特助，伊笑讲透早唔免练球，但无空气，心态要该调整。瓜台湾咧开会店成立运动协会，嘛伫咧中信球团接头路。那潘伟伦和统一球团要搁咧规划讨论新的头路。3个人退役了后，和棒球也有牵连，嘛欢喜看到台湾的棒球发展的进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伫要过年啊，伫咧高雄的三凤中街是已经开始有人咧款年货，而且对今年开始，三凤中街是全面禁止食薰，这是高雄第1个禁止食薰的商圈，若是违规相当会罚1万块，消费者拢表示肯定。咱的民众哦，只要来到三凤中街买物件，行入的这条红线吼，就袂使去食薰啊。即摆来三凤中街款年货人未少，不过对今年的正月初1起，三凤中街是全面禁止食薰，这嘛是高雄市第1个全面禁薰的商圈。民众来吃，行入这条红线拢袂当搁食薰。高雄市卫生局也不时派人来巡查，若是违规，互人抓到，上悬会当罚到1万块。到三凤中街自114年1月1号起为全面禁烟场所，于禁烟场所吸烟，违者最高可处新台币1万元整。街仔头甲街仔尾，甚至阮的巷仔，拢有画一条红线。你若看到迄条红线入来，就莫食薰。互大家吼来遮买物件吼，有一个较好的这个购物环境安尼。禁薰政策推出才1礼拜时间，无论是店头家也是消费者，看起来真配合。咱实际行伫商圈内底，敢若涂骹有看到薰头，完全无看到有人违规食薰。对面原地食薰的民众，甲薰头锯掉，才行入红线区，现场空气无臭薰味。过去来到这边的时候呢，我觉得一来就闻到很臭的烟味，让人非常不舒服。可是刚我进来的时候呢，我没有闻到任何烟味，然后闻到的是食物的香气，让我觉得还走起来蛮愉悦的。较无迄个黑味啊，我倒来这是慢入来啦。有消费者建议爱禁止奥多拜，主委敢若会当笑讲歹势，因为这些店头拢是做中小盘生意的，那奥多拜袂当入来生意就唔免做啊。不过今年伊有争取到3000万的经费，要用来增加天棚早日早雨的设施，同时改善中街通风。以后所有店面顶悬的护棚拢会拆掉，互规条中街看起来更较整齐美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采访报道。新北市第9间非营利的幼儿园，就伫咧土城水清水高中内底，今仔日来举办开幕典礼。为着要减轻家长的负担，新北市府是表示会阁继续增加非营利的幼儿园，而且打算是到明年按算对今卖245个班增加到300个班，也会继续来推动私立幼儿园转型做公共化幼儿园。
囡仔伫台顶跳舞的模样真活泼，这是清水高中非营利幼儿园的开幕典礼，是新北市第9间的非营利幼儿园。为着要减轻家长饲囡仔的负担，新北市教育局这几档投入5亿外的经费，增加公共化幼儿园。目前全新北市已经有245班，市府嘛希望到明年会当增加到300个班。114、115年这2年我们已经选定最少2个地点，起码板桥国中跟板桥湖州，我们会营利幼儿园，每一个地区有18班，最少收400人。幼儿园园长表示，非营利幼儿园甲私立幼儿园教育方式有真大的无同，除了学费较俗，嘛较注重在地化的教育，亲像是农教育、社区关怀等等的活动。另外，伊的活动空间嘛比一般私立幼儿园搁较宽，囡仔就通有轻松自在空间通佚佗。空间会更大，然后我们走的是学习区，可以让孩子有很多操作的机会，那孩子就可以在场地中，可以尽情的嬉戏。为着要满足相信家庭饲囡仔的需求，新北市政府表示，未来会继续推动公共化幼儿园，卖投入资金，甲私立幼儿园转型做公共化的幼儿园。除了减轻父母饲囡仔的负担，嘛增加个人生囡仔的意愿。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台语主流化，即马有推出真侪台语的创作，甚至有乐团是已经出版第3部的台语绘本，佮有为囡仔来设计故事甲囡仔歌。去年小水池创价乐团是带囡仔去做火势台北的迪化街做电影的调查，因为将真侪囡仔喜欢的物件画入去绘本内底，嘛有设计出一本特定义，希望会当促进台语家庭互动。头家，这一包偌侪钱？我想要做一领电影的衫。绘本内底的主角来到台北大稻埕的蹦市啊做衫，这是小水池创艺乐团创作的第3本台语绘本书。团长讲，家己定定会伫迪化街行踏，真介意遮的历史甲文化。最近伫高档要保存细汉时记忆的模样，希望透过绘本甲故事，带领看册的人通体会到西迪化街迄种深色的心情。阮有办一个营队，就是营队，有一群囡仔，就当做伙咱去大稻埕遐，像讲阮就选一寡，就是囡仔上有欢迎的，就是最有反应的。的主题，然后来变成咱故事的一部分安尼。乐团要带囡仔做伙去西迪化街做电影调查，为着要互大家在看绘本的时阵，通听到台北的全腔，我有找台语顾问来指导配音，在绘本内底呈现语序的地方差甲台北全腔的语音特色。伊嘛有收集遮侪资料，咱讲一寡食食人点什么物件。拢去溪口什么？金柑一般讲糖柑啊，南部嘛台北其实拢讲金柑啦。绘本内底甲中药店、柑仔店等等画甲真有路，另外还有配合绘本加做一套倒椅，招牌收录真侪甲食食、清茶等等相关的艺术。多位作者嘛希望透过这款活动，互家长甲囡仔增加生活话题，开喙讲台语。放一寡较早的古早物件呢，较早会使有共鸣的物件，所以大人可能看了想，嘛感觉这较早的物件，所以嘛较有迄个兴趣去甲囡仔讲较早的代志，较早大家咧算啥物，会使增加一寡亲子互动安尼。绘本含倒伊拢有标写台文甲台语拼音，更有中文解说，互看无台文的家长也是囡仔通互相对照。乐团嘛表示，在今年8月左右，也按算要甲这个绘本故事改编做台语音乐剧，希望互台语家庭在看这个故事的时有无共的体验。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真侪传统戏剧的剧本，拢是对大人的角度来思考的。为着要甲少年囡仔推广传统戏剧，团结中心是举办儿童布袋戏剧本的创作评选，选出6本对囡仔的角度来编写的布袋戏剧本，而且拢是用台语来创作。未来也会交予剧团来演出。台中正咧搬布袋戏，布袋戏是台湾的传统戏剧之一。但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发现，真侪传统戏剧的剧本，故事拢是以大人的视角来写，真正有为儿童设计的传统戏剧剧本。我们希望推广戏曲是把青年的这个时代的 DNA 放进这个戏曲里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部分传统戏曲都是为大人创作。
大人的忠孝节义，可是小孩子有些时候听不懂。团结中心希望传统戏剧会当转换角度，以囡仔的想法出发，所以举办儿童布袋戏剧本创作评选，有6本儿童布袋戏剧本入选，拢是用台语写的。第一位作品是咧讲民间信仰好爷的故事，未来会由真婚林阁掌中剧团扮演。透过这样剧本，好。看到的观众，不管伊几岁，不管伊是囡仔还是大人，也让透过这个剧本，伊会感觉啊，这个故事足趣味的，台语足好听的，台语内底有足侪爱俗眼。布袋戏较早就牛头尾面，喺伫地角内底牛头尾是足恐怖的啊，足怕的啊，即嘛毋是咱来甲这所有的动物拢变做可爱版。对阮去翁仔的师傅来讲，毋通阮做哦，连阮的翁仔都是挑战。真婚林阁掌中剧团表示，要跳出传统，播予囡仔看的布袋戏、翁仔、布景、音乐，拢着爱重新设计，是真大的挑战。这摆入选的作品有3本剧本，会甲布袋戏剧团合作实际演出。除了伫团结中心表演，也安顺到全国各乡15间国校巡演，成国较侪少年辈来熟悉传统戏剧。记者讲林卓凯台北报道。地球表面的正水环境，干那占1%，真珍贵。不过，根据研究指出，因为人为的污染、起造水坝、甲气候变迁等等，地属伫咧正水生存的物种内底，有要甲1/4的物种是面临着灭绝的风险。河川、湖、池仔、甲溪流等等正水的环境是美丽的存在。人类伫享受正水资源的时阵，嘛伫开发。伫北美甲欧洲，差不多每一条大条的溪流拢经过人类大幅度的改造。亲像起水库甲大型的水坝来发电，不过正水内底的物种算是面临绝种的威胁。根据自然期刊1月初9所发表的，伫22300种研究的物种内底，有要1/4面临断种的风险。真侪伫正水内底生存的物种，亲像田鸭、鱼仔、甲毛蟹等等，会因为污染冲击到因的生存。The levels of threat to freshwater species are very high, almost a quarter, 24% of species. Because of the nature of water, and its connectivity, a threat in one place is transferred both downstream with water flow, but also upstream with kind of with migration of species, and so upstream threats can affect downstream habitats. 正水甲海洋无共款。因为正水的生态系统甲人类相过瓦近，所以特别脆弱。农业因产用水，人类食的水甲物种入侵拢是伤害。人类起水坝、杂水起来用，甲气候变迁等等人为的因素，卖损断生态。When you put in a dam, obviously the most obvious thing is that you're fragmenting the flow. So it means that that anything that's moving up or down the river can't do that anymore. And so it means that migratory species can't get to their spawning sites, for example. 报告指出，物种面临断种的威胁，有超过1半方认为是受到污染，39%是因为人类起造水坝、烂杂水资源起来用，37%是因为使用土地方式改变甲农业的影响，28%是因为入侵物种甲疾病的影响。这项研究报告嘛显示，面对威胁的情形已经火烧目白毛。都要防止物种持续减少甲损失。公司新闻林编译。真侪人介意透早就来一杯咖啡，若无啉精神就袂好。伫咧外国嘛有一份上新的研究指出，甲无咧啉咖啡，也是规工拢咧啉咖啡的人比起来，敢若透早啉咖啡的人，得着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是减少31%。Oh, at least 4 cups in the morning, but I never drink after midday. 对于真侪人来讲，逐工早起起来啉一杯咖啡提神是一件上重要的代志。即摆有上新的研究指出，早起啉咖啡使致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无啉咖啡也是规工啉咖啡的人，佫较低31%。Say 1 in the morning, that's essential for my own survival, and then 1 now, and then 1 after lunch. Turkish coffee. Every day, maybe 10. 这篇伫澳洲心脏杂志期刊发表的上新研究，针对啉咖啡的时间对心脏健康影响进行调查。研究团队分析1999年至2018年中间，参加美国国家健康加营养检查的调查，当中40725个成年人饮受加健康数据，了解因是毋是啉咖啡，什么时阵啉咖啡，也甲啉偌济咖啡，佮甲这个数据加将近10年来死亡记录来做分析。结果显示，甲无啉咖啡的人比起来，早起啉咖啡
比的人，因为任何原因死亡的可能性降低16%，死伫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降低31%。若规工啉咖啡的组别，甲无啉咖啡的组别中间，死亡的风险无明显的差别。Oh, there's a lot of evidence that drinking coffee is actually good for you overall. And so, no, that's completely unsurprising, the fact that drinking coffee in the mornings is beneficial for heart health. 另外，有专家指出，这项发现可能的解释就是下晡还是暗时啉咖啡，会扰乱生理时钟甲褪黑激素这个荷尔蒙的水平，因为褪黑激素分泌不足，甲血压欠悬氧化、心血管疾病风险升悬有关系。公视新闻郑伟仁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气象。东部地区14度至17度，中部地区14度至21度，南部地区17度至24度，东部地区14度至22度。一个外岛地区9度至18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一支手机啊，一台相机，对台湾头到台湾尾，公民记者行大社区，用因的观点记录生头，也是城市各角市